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新北莺歌。王阿姐，你好。嗨，乐乐。王阿姐，你今仔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我今仔日要去莺歌花啊博物馆，我想要去看几个展览。莺歌旧街啊，顺续细细咧。莺歌，那是粉鸟，也是麻雀。乐乐，莺歌是地名，伊伫新北市的西北区，而且莺歌有2个字真特别咯，是黄莺的莺，甲山歌的歌。哦，毋是粉鸟，是黄莺唱山歌的所在。哦，无喏，伊其实甲一块莺歌石有关系哦。咱就来讲莺歌地名的传说故事。听讲真久以前，伫莺歌甲三峡这2个所在，麻雀甲烟鸟拢伫遮。这2只鸟啊，真大只，因为着争地盘，搁定冤家。麻雀讲：烟鸟啊，今仔日你飞的路线伤超过后哦，已经飞到我莺歌的土地范围啊呢。麻雀，你莫伤超我，我是有看清楚解说伫倒，好像你跳工甲摸落伫我遮，佮讲是放出的。你咧讲啥？遮无即个代志，你敢会提出证据？那呢？你敢无证据讲我飞去你的土地遐？我的目睭看到啊！迄哪有准算？大概麻雀甲烟鸟讲到激动的所在，就会冤家相拍，而且因阁会互相吐毒物，互莺歌甲三峡拢打无。就凭你的力量，根本就毋是我的对手。唔通袂记你，应该是像犀牛啊无敌，走哪飞咧？哼，迄是你趁我无注意，后头我用毒气攻击，但是迄嘛无啥啦，因为我嘛会晓这招啊！啊！这一吐气，当地各大动物，在地居民看到，只好委屈求全，甲痛苦藏伫心肝内。毋过，郑成功的军队来莺歌的时阵，因就无安尼想啊。这啥？哪会遮吵？报告长官，咱啥拢看无，这是要安怎行啊？长官，有人跑唔去安尼，阿明甲阿达本来排伫我的后壁，但是我听到一声啊了后，一月头就拢无看到因安尼。哈？敢讲是敌人的攻击？大家注意，唔通大意。是。这到底有啥物蹊跷呢？原来麻雀毋若甲烟鸟相拍，伊看到郑成功带军队来，竟然敢攻击因的士兵呢？几若天落来，只要郑成功的军队一行动，就会发生同款的代志。长官，大家出门拢会有兄弟放弃，搁安尼落去，军队的人会愈来愈少呢。这件代志确实要解决。恁2个出去，斟酌调查，到底这个毒物是对倒位来的。会记得哦，千万要秘密行动，唔通去互人发现。遵命。这2个士兵详细调查，因发现毒物是对顶头来的，就密点一粒大石头后壁。等啊，无偌久，因发现一只真大只的麻雀，哪飞哪吐雾去，就赶紧落山回报。啥？竟然有这款麻雀！既然伊交了咱军队，那安尼，咱就归去甲消灭，替老百姓甲这只怪物甲除掉。刷落来，郑成功派出军队，大炮穿好势。长官，你看，麻雀甲烟鸟在咧相拍呢。好，这好的机会，他专心咧，唔通拍歪去。准备，对枪，发射！轰一声，炮弹弹着麻雀，麻雀摔落来啊！长官，咱成功啊！目睭拿落来啊！
你拢有想，紧去看迄只麻叶落去倒啊！遵命。郑成功甲士兵要找麻叶落去倒，但是四界找来找去，拢找无。上尾敢若找到一粒外形敢若鹰哥的大石头。有影是一块特别的石头。石头中有一个孔呢。敢讲这就是雨啊拍落来迄只鸟啊？伊竟然已经变成石头啊！所以在地人就把迄粒大石头当作鹰哥石，鹰哥的地号名就安尼产生啊。哇，敢真正有大只的鸟啊，还会吐雾呢！足神奇的吼！到即马，阁有真侪人去莺歌，会特别去看莺歌石哦。哦，所以莺歌毋是粉鸟，嘛毋是黄莺、秀山歌的所在，是因为有甲鹰、甲麻雀真成的大石头，我嘛足想要去莺歌呢。莺歌伫新北市上岛边，过过就是桃园。莺歌有火车、有公车，请爸爸妈妈开车带你去，嘛真方便哦。耶！我要去看莺歌石。除了莺歌石，乐乐嘛会当去踅莺歌旧街啊。莺歌的花仔作品真侪，真出名哦。花仔是啥？花仔爱用特别的土捏出形状了后，才阁经过高温烧啊烧、烧啊烧，才完成的哦。真久以前啊，有人伫莺歌发现这个土壤真适合捏做花仔。当地拄好阁出土炭，会当用来烧花仔油，所以真紧莺歌花仔就发展起来咯。早期做花仔是用土炭甲茶烧油，四界拢有火熏，天总是瀑布雾雾。若拄着落雨天，逐条路拢会变甲真蓝，所以就有人讲莺歌好天落莺，雨天落歌。莺甲歌台语就是鹰野甲土梅果的意思，而且拄好甲莺歌共音呢。我平常时拢念土，感觉花仔土嘛真好色。莺歌的花仔真厉害，对一般生活用品发展到后来，工业也是建筑用的拢有哦，像食饭的碗盘、便所的马桶、装潢的泰路，连菜刀拢有用花仔做的哦。哇，好啊，多谢王阿姐。原来生活内底有遮尔侪款花仔，小朋友，你平常时敢有注意过？若是你嘛有去莺歌佚佗，欢迎你写批寄相片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